新闻一开始，咱来关心前一阵下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独立参选总统的时，又发起连署。国民党前中常委范成廉，也个新竹新保镇代表会主席王正基等人，拢有替郭台铭走总。尾是互指控讲，因是涉嫌用钱去买连署书。新竹的检方伫昨昏是甲范成廉等13个人起诉，检方请法院就要判重刑。因为调查期间，互收押的范成廉也个王正基，昨昏拢互移送地方法院。法官尾也是裁定范成廉以70万交保，王正基尾也是以30万交保。前国民党中常委范成廉涉嫌甲新竹县新保镇代表会主席王正基、前观音乡长王茂石等人，以1份400个的代价收购郭台铭参选连署书，其中王茂石已经伫咧11月初以20万交保，因那新保镇代表会主席王正基伫咧被羁押1个月的了，互检方提起公诉，法院伫这时裁定30万交保。没有人讲说那个联署是选罢法，也不能买票，也不能收钱了。他收了1、2千份了，才知道说这是违法的。检方前在上届依照涉犯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，甲涉案的13个人提起公诉，也建请法院甲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范成廉降档量刑。犯人所为显然漠视政府查贿之禁令，妨害总统、副总统联署之公平、公正与纯洁，影响民主政治之正常发展。范成廉伫咧开庭时阵全庭否认犯行，伊讲伊传的2000万并不是汇款，验过法官认为已经有起诉书的证据、监视器的画面、对话截图、通联记录等证据，证明伊犯罪嫌疑重大。验过认为无羁押的必要，上面有伫70万交保。联署协会拘押到目前拘押35人，贿选分案总共有550件，681人，起诉2件1人。检察机关分案侦办选举不法已经超过1600件，除了传统送红包贿选以外，境外势力介入选举，也和检方列做重点。反渗透法上来看，是包括犯我们这个选罢法方面的相关的这个妨碍选举的案件，或者是从事相关违法的这个选举活动。另外，涉及反渗透法已经有17件29个人，境外资金介入有37件96个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